神經內分泌腫瘤治療新藥嘅迫切需求。一位內科腫瘤科專科醫生嘅呼籲，以我嘅臨床經驗而言，我哋迫切需要一種新藥。現有藥物無法有效幫助患者解決症狀。我指嘅未必係大幅延長壽命，而係一種副作用較輕，能夠病人活得有尊嚴嘅治療選擇。腫瘤縮小，疼痛減輕，症狀緩解，使佢哋能夠維持正常生活。否則，呢類患者嘅腫瘤會持續惡化，例如腹腔擴散，卻又無法根治，佢哋處境艱難。唔通只能夠長期依賴嗎啡，終日昏沉度日？相反，若有一款藥物能夠控制病情，讓患者喺數年內保持生活品質，呢個先至係真正嘅突破。此外，神經內分泌腫瘤屬於慢性病，研究好難喺生存率上呈現顯著差異。更需注意嘅係，此類疾病具有高度異質性，必須跨性別、分類型評估。現行研究數據同埋政策標準未必適用於呢類特殊病例，因此我強烈呼籲引進此類新藥。呢個唔單止係醫療選擇，更加係對神經內分泌腫瘤患者嘅人道關懷。